各位线上的兄弟，咱在场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哦！甲你边仔讲母亲节快乐，妈妈哦。咱做伙起立，来学乐咱的主，咱来感谢伊。真平安，我担想说恁。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平安点你心，真平安我担想说恁。咱用这首歌来学乐咱的主。真平安，我担想思你。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平安点你心。真平安，我担想思恁；真平安，我担想思恁；真平安，我担想思恁；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话真。当咱咧搁唱一遍的时阵哦，咱甲上尾啊第二句讲，真平安点我心，真平安主担想思我。哦，咱做伙人对头前来，主的平安要想思你哦。真平安，我担想思你。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平安点我心。点我心，主担想思我，想思我，真是疼，真是疼，我担想思你，真是疼，是世间袂通找，真是疼。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是点你心，点你心，真是疼我担想思恁，真心疼，真是疼我担想思恁。主要所在对咱讲话哦，真是疼，是世间袂通找，真是疼，是世间袂话真明。咱做伙来领受，真是疼，点我心，点我心，真是疼，主担想思我。想思我，咱要来学乐感谢咱的主，用主的话来反省咱心受行伫主恩典的道路。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做伙来。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想思你。
我赐予恁会甲即世间底互人会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对基督通过伊的死，咱得到自由，罪过得到赦免。上帝恩典实在真丰富，所以咱要学了感谢，至于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要救咱，赐你平安，主动鼓励安慰，想出你有永远毋忘的恩典的上帝。咱要安怎悔改？讲我都毋知影，较早毋捌你。我愿意即马来倚靠你，承认我家己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兄弟姊妹，要请咱做伙来感谢，来祈祷，开你的嘴，直接来学落来感谢。主必伫面听到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主动来敲找阮，你是主动来听阮，你是迄位将所有的好物想出丰富的恩典的上帝。感谢主，透过你想出阮地面上的老母，来养育阮、教导阮，互阮明得是非。互阮知安怎行伫迄个正确的道路，做你的是阮赐福，帮助阮，互阮知影你会听，透过你的十架顶牺牲流血，你主动来帮助阮。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找无路，伫阮无毋忘的时，你想出救恩，耶稣基督来到阮世间，成做人。当阮要用家己的方法，要找一条通天的道路，却找袂到的时，主耶稣，你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人藉着你，无人会通到爸遐。你为阮拍开迄条永远的路，毋忘的路。总是有当时，阮用阮家己想法，来做这个生命。互阮找无路的时，伫阮做罪人的时，你互阮指示，你甲阮带这条路，互阮用信心，毋是靠着阮的行为，互阮会通伫遮来成做上帝你的囝儿，这是你的恩典，互阮会通掠着这款的救恩来到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咱要做伙伫遮来用这段圣经来恳求上帝医治帮赞，互咱的生活伫无平安的中间，有愿有主的同在。咱做伙来读来。上主啊，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你知影有盾牌，就是咧固守、咧保护你哦，互你出入平安。你会通对即几方面，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开嘴甲讲，上帝，我需要，我需要伫你的医治来帮助我的心灵，帮助我的身躯，会通得到医治。有侪事咱无法度做主，只有主会通帮助咱。所以你会通邀请主做你的灵、思想、感情、意志、身躯的主，将你的忧愁、烦恼交伫伊的手中。咱要做伙用用这段的经文，伫遮来祈祷，求上帝来甲咱三个同在。你若有需要牧者、长老替你祈祷，你会通原地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你有需要，你就大大开嘴，甲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福气无在你以外。主，你是要享受真丰富的恩典和敬畏你的人。阮感谢罗你，互阮会当伫这个时阵，透过阮的祈求感谢，你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小处伫阮的中间。愿主你来受祝福，帮助阮经历伫迄个福气的中间，无人会当抢夺的。用你的名、你的圣神来运用，充满伫你的教会，充满伫阮的心内，充满伫迄个囝兄的中间。用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兄弟会通因为主你的同在，所带来你所有的福气。前来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要学了，阮要宣告讲，你以外，阮无别的福气。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上帝。
帮助阮会通伫阮的欠缺需要。阮心肝失去惊吓、失去平安有惊吓的时，你要对顶头来想事，你永远的平安，是世间人无法度抢夺的，无法度互阮的。愿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即个世代悖逆的世代，阮永远会通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主啊，化解阮甲亲人中间迄款的隔断的墙，互阮会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大大开喙，你就大大充满。互阮有圣神的同在指引，阮行伫主你所要束缚的定着的旨意内底，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来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毋过恁伫遐要找上主，恁的上帝，若专心专情找伊，就会找着。你若真心真性真意，专心专人来找伊哦，就要甲你，互你找着啦。最后说讲拍门的，我要甲恁开。咱要为着牧者同工来祈祷吼，咱个人你会通甲伊连线吼，甲伊来。伊就要将属天的恩典赏赐你。今仔日母亲节哦，咱奉主的名来祝福，互所有的妈妈，无论少年的、年长的，上帝拢遍遍赏赐因恩典、智慧、平安，无跨路。因为咱拢会跨路，才会囝儿4岁，对无？囝儿4岁做阿公啊，阿嘛会烦恼，对无？就往对了吼。所以哦。烦恼袂互咱的时间加一刻久，几分钟？一刻就15分啦。讲烦恼袂互你加15分的时间啦，加互你15分钟的性命吼。所以将这个交伫主的手中吼。那所以咱为着每一个妈妈哦，莫操东操西啦哦。所以为着因来祝福来祈祷，咱为着这个青年啊，因的牧区。伫遮有侪训练，侪的遮装备。咱为着教育部咧推动遮个温度列车，就是要互咱更较捌上帝的恩典，会通伫遮来分享哦。嘛有5月21，有这个傅慧华老师吼，这个牧师来主讲先知书，互咱先知影上帝恩典吼。求上帝保守看顾咱6月11开始的这个领袖营领袖的列车要去伫遐来启动哦。求上帝来祝福。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起立吼，做伙起立。咱为着主日的礼拜，为着牧师吼来祝福吼。我所讲的，通互恁明白哦，恁了解我的明白哦。咱开声来祈祷吼，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你是启示你家己，你是互人知影你栽培你的真理。你透过你所享受的圣神，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伫真理内底所要享受阮属天的祝福，明白互阮会通伫这个恩典的中间，免继续来领受无自责。愿主你来帮助，是阮祝福，互阮真正伫礼拜中间甲主你相拄，伫阮庆祝这妈妈。这节庆的时阵，主你也享受这个妈妈心身的平安，灵魂体拢得到永生。主，阮学了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享受阮的生命的源头，你也是互阮逐样丰丰富富的上帝。因为拄仔的时我讲，伫你的内面，你伫遐个话语内底讲，你所要享受的恩典真丰富。是啊，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天父已经将天顶逐样丰富的资源，拢要享受敬畏你的人。愿主赐互阮伫礼拜中间，透过上帝你的话来，互阮晓悟，互阮明白，互阮知影你的心思意念，才安尼去行，真最有福气的人。主耶稣，你也教示阮用祈祷文要来领受你的恩典。所以，阮即是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直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一国官员员工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今日早起，咱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上帝。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的每日饮食，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宽恕大学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的每日饮食，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宽恕大学乐。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真正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真正你名无离。咱做伙来唱哦。我的心，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饮食，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宽恕大学乐。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再一次。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较大声的。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领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同样一定可以传，予人福田拢无散，开人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学乐，开声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加，欢喜做伙来。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地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算小伊的运，日日有春，好彩会感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定可以传，予人稳定拢无散，开人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乐，开声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加，欢喜。一直开音窗，主的稳定遮尔大。予人稳定拢无散，开人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乐，开声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加，欢喜。哈利路亚，感谢咱的主，请坐。听咱的提拔，阮每军队里对少年到年老，
无论什么款的角色，拢有你的看顾甲引带，互咱智慧甲勇气，为对人生每一个阶段，特别稳稳的妈妈祈祷，互伊的一生拢活伫咧神的旨意当中。我的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吓？坐坐捆绑等待我要牵着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不要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把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我，全部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部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你听我做宝贝，不免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顾着惊。主你的听，透过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全无啥物会当。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人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咱做伙来对主讲。主你的听，透把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全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对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主你是听的源头，无论什么拢袂通阻挡你对阮的听。无论是死，无论是欠亏，无论是破病，无一项会通阻挡你对阮的听。主，阮感谢你，你用你的行动伫十字架顶表明上帝听世间人。特别上帝，你也透过地面上的老母，表明你的听，牺牲奉献予家庭。有做这忧伤、劳苦、重担、操烦，主你拢知。你透过地面上的老母，养饲、照顾、付出，无嫌劳苦。今仔日，阮透过父亲节主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予这所有做妈妈的，也是因正做属灵的老母的，拢因为主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安慰因、扶持因，予因会通靠着主你所加添，予因气力，伫家庭，甚至因还阁爱扮演伫即场无共款的角色。你拢予因得胜到有春，
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用你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将你所要想事愿的恩典，透过你的罗卜的传讲，透过这诗歌的学乐，阮感受到主你的疼，知影你的疼，也回应你的疼。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要来吟圣诗234首，我心实在娱乐，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实在娱乐，因为上帝大恩，叫我生命免得灭无，诚心是已经尽，上帝大慈悲。请我拢无罪过，有个日的照顾，有一我必定着以后，上帝拄我罪恶，那当你所的好，那天你对阮好情多，自爱恶的水深，亲像父母听他，天面所生的囝，上帝也听见伊的人。行过父母的đường，咱生命哪会大风来吹就响，上帝慈爱永远袂孤单是阮无恙。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怜悯搁疼人的主耶稣，伫你所定着的日，愿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学乐你，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伫我还搁做人的时，你就竞选我做你的囝儿，互阮通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来求讨。你是我杯中的份额，我所得到的，你为我固守。主啊，你真是堪伫阮学乐你。主耶稣，你是阮的牧者，阮是你草场的羊。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阮深信，只有专心找求你、倚靠你的人，是有福气的人。世上的环境多变化，只有你的疼永远无改变。你热情升温探线，带来互人惊吓不安的生活的时，主啊，求你互人回转，转到你的面前。因为得救是在地归回安息，伫你的十股下，得到快乐是伫人的心会当平静安稳。求你互台湾的百姓搁较深来认捌你、倚靠你，有智慧来判断，无掠家己要甲上帝来平等。你是信实的，只要阮若认家己的罪，就要得到你的赦免。建立甲你和谐美好的关系，上帝的亲密是阮一生的愿望，疫情早早提起是阮的期待。今仔日也是母亲节，感谢主，你赏赐每一个人有一个伟大的妈妈来邀请阮成人，所以求主，互做妈妈的人有健康的心灵，有活力勇健的身躯。
心平安无挂虑，日日充满着喜乐的心。今仔日也是也有阿甲伯领袖小组青年牧区定期会首宗训练的课程，求主你来掌管，互逐项事工拢会当顺利来完成。特别为着教育部来代祷，求主你带领组员意爱，共读圣经，甲祈祷，保守5月21日胡伟华牧师的先知书的讲座，互兄弟会当更较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也保守6月11日要开始的即个领袖营甲领袖的列车，有更较侪的兄弟愿意接受着装备，真侪基督的精兵。无论讲座也是训练，求主你信心来催逼感动，大大振兴迦南教会。愿将今仔日到你面前，到你圣殿来同心敬拜的这兄弟，拢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照十人所需要的圣神自由运行来享受，补满逐人的欠缺，帮助因、安慰因、医治因，对你的老仆所开听的话语得到启示，带着愿望向前行。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5篇，就是对箴言第4篇来的。启应文35篇就是箴言第4篇。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哩。毋通弃杀智慧，以为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估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会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这时青年牧区要来献诗，要献诗之前，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就是他在我大概高中的时候，他除了要照顾妹妹，要照顾家里，还要上班，在生活非常忙碌的时候，他还去大学读书，完成他大学的学业，并且呢，在他很不熟悉的就业服务的领域，他经过了好几年努力，当上了督导。我觉得他这样的毅力，他这样的努力，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而且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我要讲的就是，只要当母亲的人都一定会经历过生孩子
子。那我相信没有生过孩子的人一定都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感觉，甚至会感到害怕。我想妈妈一定也经历过那样的心情，但她还是把我跟我妹生下来，真的是我听过我头很大开很久。对，辛苦妈妈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嗨，大家好，我是陈汉。我们家其实非常喜欢吃甜点，但妈妈就会担心，外面卖的会加了很多添加剂，那这些吃多了会对身体不好，所以妈妈就会自己下厨或是烘焙啊烹饪，只为了做出健康又好吃的甜点给我们。对，那妈妈很在行的，像巴斯克乳酪或是布朗尼，就是可以说可以开店的那种。那妈妈还是会，比如说找更多的食谱，或是想要尝试新的配方或是材料。然后他就会去上网查更多的食谱啊，或是去看别人的教学影片。对，但是其实妈妈一开始是比较不擅长使用手机的，就很多的功能或是操作都要问我啊或是爸爸才能够解决。但就是妈妈非常的就是用心跟认真，就是去克服了这些困难，然后看了很多影片，就将很多的精华然后融入在每次他所做的甜点里面。对，就是真的感受到他的用心跟他想要带给我们的健康跟好吃的甜点。谢谢妈妈，你辛苦了。对，你所做的真的是让很感动，然后所做的甜点也非常好吃。我妈就是我跟我哥上大学之后啊，就是家里都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就觉得想要去安心班工作，就是帮家里赚一点钱这样。可是他就是有点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然后所以就是也是从安心班那边带回来很多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是他们要在安心班教那个学生解魔术方块，他要跑来找我求救，但是他这真的还蛮努力的啦，他到最后就是有学会怎么解。我还记得那一次好像全部的老师到最后就只有他知道怎么解，然后其他老师都没有学过，所以就是蛮厉害的。然后所以大家还可以去那个 YouTube 搜寻詹翠芬竹熬。什么是竹熬？竹熬就是詹翠芬就好。啊，就是那个主题其实也是我定的啦，就是我觉得妈妈都是很不顾一切的，就是来爱我们，然后所以今天轮到我们，也要挑战一下自己。那要挑战些什么呢？我们要来挑战用台语唱歌，就是我们就很不擅长讲台语嘛，就是都讲得怪怪的话。咱三甲来吟诗，吟诗耍请无师来祝福。大家我记得好像第2场礼拜好像都这样讲。那你知道你刚刚讲那2句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啊。就是咱三甲来吟诗，就是我们一起来唱歌啊。那下一句那个请无师来祝福，就是讲请无师吼，咱吟诗耍了吼，就多马得等一下。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爱是我，爱是你。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看人生一路上的风景，有耶稣的看顾，就不孤独。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总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
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想想一个人行几路，确实路有耶稣，伊在看顾，伊在茫茫人海中，伊了解你的状况。拢是阮学习母亲毋过家己付出爱的精神，挑战家己写台语的歌词唱出来。阮亲年无屈，将这首诗歌用这种方式献奏来回应妈妈对阮的爱。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咱拢相信拥抱，相信爱的无常，面对我的疼痛，你才最感动的花。我想要甲你谈着着做你的宝贝。爱是啥？爱是你，爱是我阿妈天。爱是啥？爱是你，爱是我阿妈天。爱是啥？爱是你，爱是我阿妈天呗。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3到7节，1章3到7节。白话字圣经伫新约部分245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银幕。提摩太后书1章3节。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我每日祈祷的时，少念你无煞。我想到离别的时，你在流目屎，我真爱见你，通互我充满欢喜。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成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因为安尼，我提醒你，我甲你按手的时，上帝予你的恩赐，就予伊亲像火搁倒起来。因为上帝予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责的心灵。以上，请本庭。尤牧师，伊要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疼你的心，你敢知影？疼你的心，你敢知影？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疼阮的心，阮逐人敢知？阮所有的世间人敢知？有的人毋知。总是你有缘继续用你的疼，伫世界每一个角落来显明
透过人所做的来感受到你的痛，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会通真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各位做妈妈的母亲节快乐哦！家己边啊，然后做妈妈甲讲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因为我感觉做妈妈的实在足伟大，对吧？对囡仔开始咧学讲话，哦，学讲话你着爱摇呢，啊，你是咧讲啥？哦，伊对因妈妈，伊毋知咧讲啥话。甲拄啊，我毋知影恁有听见因咧唱台语唱啥无？总是嘛有迄个感受，迄个温暖嘛，对无吼？当青年干事在问我讲，牧师，啊，伊这台语安怎？我讲我只有3条线。不过我真佩服因的勇气啦，吼，就是讲因会通用无共款的火星文啦，好吼。即嘛少年的吼，总是伊努力要伫遮来表达，用母语也是台语安尼，要来表达出真拍拼，用唱台语啊，互大家会通听有啊。感谢上帝吼，有当时咱看上帝要尽量表达伊的话，表达伊的听，总是有当时咱敢听有。咱亲像咧听囡仔，毋知咧讲啥的时阵，你毋知听有无？听有诶，我感觉母亲作伟大着，喂，有当时啊，个人摇甲足准，你知道吼？囡仔伊毋知咧圆啥，你就知影讲伊腹肚枵，也是迄个尿珠啊淡，也是安怎吼？感谢主，互咱会通伫遮透过即段圣经，是咧。要互咱知影讲，上帝听咱的心，咱敢知；爸母咧听咱的心，咱敢知。当伊咧感觉，互你感觉是平湖菜瓜安怎？杂念的时阵，你讲你莫烦啊啦，你莫搁念啊啦。但是伊敢知影讲，这个爸母妈妈是为伊好，有当时也毋知。总是拄着的时阵，咱知影嘛，敢毋是？有当时，咱嘛伫迄中间，亲像上帝话，好好地甲咱讲，咱嘛毋知，好啊，莫阁讲啊，莫阁念啊。保罗伊做一个属灵的老爸吼，属灵的父亲，伊嘛是安尼语重心长，伊嘛是安尼甲提摩太伫遐来表达。伫日本有一个查某囡仔。你知影当4、5岁的一个小朋友哦，人还搁咧困的时阵，即个小朋友伊就袂使伫遐赖床，袂使伫遐讲卖啦，我搁加困一下啊。伊就徛伫迄个架椅仔，菜刀徛开，慢慢去准备伊的食材，然后开火伫遐来煮饭。煮米酥、四路汤，因为老母过身了，即个5岁囡仔，因为伊的老爸失去伊的上疼的家后，所以呢，逐工照酒安怎解忧愁啊，解伊的悲伤，所以用每一工用酒精来麻醉家己，甚至无法度照顾即个囡仔叫做阿花阿花。所以对迄天开始，即个囡仔就家己爱起来，爱伫遐洗面洗喙，爱家己穿衫，然后煮早顿、练钢琴、去遛狗、去读幼稚园。即个日本即个家庭，伫2008年，即个老母叫做千惠，因为有迄个磷酸癌、乳腺癌。所以伫遐复发了后，伊的身躯一天比一天搁较软弱。当医生甲讲，你只有剩3至4年的时间，3至4年。所以面对伊的病情，有当时好，有当时歹。所以这
千惠一个阿辉的老母，伊伫即个阿辉4岁生日的时阵，妈妈就送伊一个威士裙仔围裙哦。伊嘛毋要为着伊的查某囝留落啥物，因为伊知影伊生命无偌久哦，所以开始教伊安怎伫遐来煮，教伊安怎伫遐来料理，教伊安怎伫遐家己来糟蹋家己。伊想着要留互这个囡仔，因为伊无偌久的时间，所以伊毋茫讲，互这个囡仔无老母的时阵，伊会通继续行向前来行哦。所以咱想看卖真毋甘的一个5岁囡仔哦，着爱比别人搁较成熟哦，环境咧造就人。人是咱咧想讲，兄弟姊妹，你做阿公阿嬷的，做老爸老母的，你会通留啥物互你的囡仔？因平常时拢甲做好好，对无？但是我发觉讲，检测咱活到7老8老，活到8、90岁，伫咱的眼中，现在做阿公、做阿嬷的囡仔嘛，还阁囡仔，敢毋是？嘛是还阁会烦恼。今仔我嘛看到梁兄吼，因的家族吼，啊妈妈吼，这母亲节啊，这家族拢来哦，真感谢主哦。总有可能恁的是大人，恁阿公阿嬷上爱，毋是今仔日尔，是每一个礼拜。因毋茫将这个信仰为产哦，也是长老，我相信伊嘛真期待，这个恩典是代代伫遐无尽啊，敢毋是？阿免无？咱拢真期待，咱的囡仔、咱的孙会当继续，亲像这个妈妈千惠，伊毋茫会当留落啥物互这个阿辉。即马这阿辉已经国小4年啊。这伫日本拍做一个电影吼、影片哦，咱有机会当去 Google 会当找。我想透过这个今仔日，咱会通留啥物信仰的遗产，也将伫你的生活中间，你安怎教导你的囡仔无偏左无偏右。虽然伊会感觉咱足烦，感觉咱足造念，但是咱做事大人也是安怎语重心长。保罗伊伫知影讲保罗他知道他的世上的日子不久了，所以伊写这封批信，这封信哦，伊写这封批，就是咧甲伊属灵的囝儿、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伊讲我无偌久啊，所以伫提摩太后书是伊伫写13封批信中间的上尾一封，是伊互人关甲要互人抬头的时阵，大概伫主伫迄个主后60几年吼，伫这主后60几年的时阵，64年左右，所以伫遐写这封批，咧来鼓励伊的属灵的囝儿提摩太，因为伊有拄着一寡可能牧会上，伊是迄时兼在做以弗所教会主任牧师，所以嘛有拄着一寡遮困难。伊写这封批，互伊知影讲上帝疼伊，伊嘛疼伊。今仔日咱要安怎表达？拄啊第一场吼，有遐个儿童啦，因咧表达讲对妈妈的感谢啦吼。拄啊这个青年，因嘛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来表达。什么时阵检测咱失去迄款的纯真嘛？对无？今仔日你对你的老母，你敢会通甲讲妈妈，我疼你。本身顶落，你甲你妈妈讲，妈妈我疼你，哦，真好哦，真无简单啊！因为当咱愈来咱愈年长的时阵，咱有当时啊愈毋知要安怎去表达，对无？咱毋知要安怎去表达，我都用讲的，用写的，即马可能用来。啊，昨我探访哦，因为亲子有一寡遮的问题嘛。牧师要安怎？我就教伊讲，你着爱安怎？你该回失的，你着爱回失的。虽然你是做妈妈，但是我定，因为你所做的可能毋对。虽然你感觉讲这对伊无好，
但是我甲这个姊妹鼓励我讲哦，你先做，因为咱信用比伊较好。所以罗马书15章讲啦，信心坚固的要担当这软弱的人的软弱嘛。然后咧，互伊得到欢喜，得到利益，然后建立伊的德行。所以牧师爱改革足济吼，拢爱训练阮的头脑。啊，我若无法度要安怎？兄弟姊妹，牧师若无法度要安怎？因为我阁有老大，你知无吼？无法度是找伊啊。兄弟姊妹，你无法度先找伊，你讲袂听的先找伊，找这位主，保罗所讲的主。保罗甲提摩太讲，我所敬虔、用清洁的良心敬拜的这位主。所以伊写批，就是咧提醒伊，是伊特别过身的进程。伊知影伊的日子无偌久，所以安怎？伊安怎心情震动，所以写下这封书信哦。所以伫遮最后一封批，就是咧提醒伊属的囝提摩太。伊尽量要表达，互伊伫遐清楚。亲像拄啊，这个青年要表达，尽量用表达台语伫遮来讲，互咱明白。拄啊，明媛咧唱台语，我感觉足感动的啦。其实因无啥会晓讲台语啦，但是因真努力，哦，搁solo咯呢，吼。虽然是一句两句，恁有感动无？有感动嘛？吼，甲因拍鼓，甲因鼓励一下哦。这个鼓励是要让你们更努力学台语 ，OK？ 这就是保罗伊写批咧鼓励伊的属灵儿子，这个属灵的囝提摩太啊，伊的用意就是安尼啦。无偌久的时间啊，所以写批咧来鼓励。今仔老爸老母嘛，常常可能用讲的无法度你领受，你不了解他的明白，对无？无了解伊明白的时阵，伊就用祈祷的哦。用祈祷，互上帝伫遮来感动，感动咱对上帝是毋是知影讲伊会疼吼？第二就是讲感动咱会通入捌啊人，就种咱的疼啊对疼伫遮来回应。上帝当透过你伫遮来疼即个囝儿时岁，用啥物款的表达来继续疼因，互因知影讲上帝会疼。你知影讲有当时咱嘛搞不清楚、弄不懂。提摩太讲：“是安怎？啊，你著向你遐传福拍拼传福音，努力在传福音啊！啊，为什么会去用关？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伫国法甲上帝法，到底对一个是优先？毋知。提摩太吼，伊哪会伫遐啥拢无？”上帝，你毋是主耶稣，你毋是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得成伫地里，亲像地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毋是安尼讲吗？应该我信你，拢会通行通亨通吗？但上帝，你为虾米无要出手？伊的性命无偌久啊，连伊要互年幼抬头啊呢？所以伫中间。保罗就写这封批，写最后一封书信。第13封的中间，最后一封，伊甲提醒伊安怎？上帝有上帝的心意。总是伊对这个生死看得足开啊。过去可能伊看足重，但是因为伊拄着耶稣，伊经历了主了后，较早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即马安怎？为着福音，伊愿意受迫害，甚至伊要临终的进程，伊讲啥？我伫两难的中间，两难之间，我选择安怎？我去甲主做伙，我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不知较好。哦，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是因为讲伊有经历到，但是提摩太伊。迄个时阵还无亲像保罗伊的信仰，迄个层次向你啊悬，所以伫遮保罗伫面对主后
差不多64年的中间，咱知迄个时阵是罗马皇帝尼禄，伊伫遐大迫害、大迫害基督徒，所以伫遮保罗伊第4次的宣告旅游了后、旅行了后，伊就受掠。伊无法度亲像进前伫罗马，还佫会当家己睡厝，佫伫迄个中间真自由。伊即个时阵是受锁链，然后啦无偌久就要怎杀头啊、砍头，要伫遐抬头。所以伫遮伊透过唱片，互迄个搞不清楚、弄不懂、会听无的即个提摩太，互伊知影。伊会通伫遮持守，亲像提摩太后书第4章遐有写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对无？我过来咧，紧抛在路，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安怎修条。啊，弟姊妹，即句话常常伫地场合出现啊。个别礼拜个别礼拜有当时咱常常美化即个个人，你知无？所以就写即句加上们迄个好征战，好的征战，对吧？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过，然后呢，所信的道，我所信的都已经修掉的。如今有迄个未败坏冠冕，迄个免犹豫的我留，对无？但敢真正咱亲像个人阅历的迄款的写安尼吗？还是真是咱真正活出即个信仰？这就是咧提醒咱兄弟姊妹。所以到尾咱拢人之将死嘛是拢甲美化者安尼，敢毋是？但是实在当头对面甲上帝时，你会通伫遮讲好过尽忠的萝卜，你会通入来，甲我同大阿伯。所以伫遮保罗伊甲彼得伊捌想归家伫即个所在伫罗马，即个保罗啦所以伫遮伊咧提醒提摩太咱做伙来读来，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所以透过安尼沙龙无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保罗咧提醒。所以现代困境就是讲有上帝的法、国家的法、厝的法，为什么无法度互咱感受到上帝的疼？无法度互咱感受到母亲的疼，你莫搁念啊，你莫搁伫遐讲啊，所以有当时咱无法度去理解第二搞不定，我到底是要安怎要爱什么？所以伫遮咱做伙读即段来，你知伫亚细亚的人拢背叛我，其中的腓吉路甲乌摩基尼。就是讲，伫教会中间，伫伊咧牧会中间嘛有人无同意即个保罗，然后咧，伊受怪甲你看用乖，所以造成信仰上的一些，因遮的人怎要甲保罗分别啊？好亲像耶稣互人掠的时阵人咧问彼得你毋是甲伊共党？彼得讲啥？彼得说什么？不认识他，我甲伊毋捌我毋是甲伊共党的所以你毋通讲我是甲伊共党。几遍？3遍，假提进前3遍毋认主嘛，敢毋是？这人嘛是因为保罗关家，所以伫讲我毋捌你有所分别。所以现代困境就是咱安怎面对教会中间百种，有人讲教会是啥物所在？做人自这个所在所以咱有无共款的形态，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个性，所以你就知影做牧师无简单，对吧？你就知影做长老的嘛无简单，要安怎牧养，带小组的人嘛知影讲无简单，因为一样米就安怎百样人。所以伫迄个中间，提摩太伊嘛面对牧会上牧会上的一个困难，所以因为安尼可能有错位教导，也是这个人骗手就是敌对轻视保罗，骗手保罗第三，咱看讲有当时要袂着啦，
认为安尼总是你哪会拄着即款的代志吼？所以伫迄个祈祷的中间，保罗常常流目屎，为着啥？为着伊属灵的囝儿、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为着伊伫遮来祈祷咧。但即摆奥古斯丁伊老母为着伊祈祷偌久，祈祷几十年哦，伊了尾甲悔改呢。咱有当时啊，咱常常为着囝儿是咧祈祷咧无？讲袂听的时阵安怎？祈祷祷告嘛，甲上帝通线路通好，上帝来改变较紧的。所以有当时啊，咱做父母的吼，真正你讲袂行的时阵要安怎？咱有常常即款的经验，对毋对？毋免举手啊，我知啦吼。每一个家庭讲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哦，希望不是圣经吼，是毋是讲迄个圣经我读袂落，是每一个家庭拢那讲袂尽的即个土气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到保罗，伊为着提摩太，伊伫伊工作的中间，伊伫伊牧养的中间，伊知影，他知道他的困难，伊知影伊的困境啦吼。所以伫遮伊就安怎伫祈祷内底啊，为伊祈祷，咱做来读来。我非常有罪过痛心，流真侪目屎，写迄张批。毋是要互恁心艰苦，是要互恁知我偌尔疼恁哦。所以伫教会有侪这个问题，要怎去面对解决？伫家庭嘛是相款哦，咱要怎面对无共款的情绪？咱看一寡犹太人感觉那好神对伫保罗的后壁，伫遐伫甲甜，伫遐伫甲迫害哦，所以到尾啊。然后看到尾啊，伊嘛是正义到伫監獄，所以伫遮迄款的部会頂面的情緒嘛，感覺互提摩太有遮個壓力，所以要安怎伫遮來面對哦。保羅面對這，伊常常流目屎、流眼淚為他禱告。講你知影講，我為着遮，為着恁的教會，為着哥林多也好，安怎流目屎，伫遐來祈禱，伫遐來為着因，伫遮來追求上帝哦。咱嘛来拄啊青年嘛，咱今来看吼，上帝安怎疼咱，咱要怎回应，要怎表达啦？咱来听看这囡仔，细汉囡仔因安怎表达出因的疼。其实要怎互迄个单纯表达嘛，伫咱这个大人哦，咱愈来愈毋知要怎去表达，愈来愈因为我的民主，咱无法度去表达对妈妈的疼安尼哦。咱来看卖。照顾我们，教我们功课，煮我们爱吃的食物。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妈煮扣肉给我吃，把我养得这么重，生病的时候在家照顾我。谢谢妈妈，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妈妈煮饭给我吃，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妈妈，干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祝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亲爱的妈妈，谢谢你那么辛苦的照顾我们，虽然我很
调皮，但你还是很爱我们，我也很爱你。祝你母亲节快乐！谢谢妈妈把我们生得这么健康，每天准备好吃的食物给我们吃，帮我们买漂亮的衣服给我们穿。谢谢妈妈关心我们的健康还有安全，让我们可以学习自己的兴趣。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长生不老！节快乐 Happy Mother Day！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煮饭给我们吃，谢谢你把所有的时间拿来照顾我们。祝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漂漂亮亮。这个囡仔单纯的表达，唔知这个歌是爸爸妈妈写的。我想迄长生不老是囡仔家想的吼，唔知，但是就是讲，这个囡仔因会通表达讲，这妈妈还是爸爸疼因啊。今日咱是毋是知影讲，这位上帝疼咱吗？亲像这个囡仔真单纯地表达。妈妈，你疼我，你为着阮付出，所以阮感谢。今仔日保罗嘛透过这封批信，伊伫遮来学了上帝，敬畏上帝。伊讲我对这位上帝用谦卑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有的人讲伊是背叛祖先的这个教示。保罗所要讲的，保罗所说的，我讲毋是，咱做来读来。现在我徛伫遮受审判，是因为我毋望上帝对阮祖先的应允为实现。阮12支族的同胞，每日热心敬拜嘛，是为着要互即个毋望实现。王啊，为着即个毋望，我正受犹太人控告。犹太人控告他说什么？控告伊讲哦，伊违背祖先的这个传统嘛。但是保罗要讲的，就是讲我用我清气的良心来敬拜上帝，无违背这个祖先，无论犹太教还是这基督教，拢是咧敬拜这位上帝。是犹太教因无承认耶稣是迄个弥赛亚，那定差伫即个啦吼。总是保罗要伫遮来讲，我甲即个提摩太，你嘛是哦，什么人影响伊的信仰啊？兄弟妹，谁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什么人影响？外妈罗伊甲伊老母尤尼基哦，伫遮来影响到伊的信仰哦。所以伫遮，咱来看讲，使徒保罗伊咧讲起，即个犹太人咧控告伊是违背祖先的传统，这个教示，伊讲无。我照祖先的，所以伊对祖先遐所领受来敬畏这位上帝，毋望对伊来领受迄个毋望。甲伊写批互提摩太讲，共款哦，你嘛是对啥？对你的外妈，对你的老母所领受的即款的好的信仰，伫遮咧表达哦，伊对即个信仰是忠心的，所以伊承认上帝是真活的上帝。第二，透过伊的祈祷，咱看讲保罗，伊大部分伫受苦的中间，伊毋是伫遐咧害惨哦，伊毋是遐咧哀叫，伫遐咧哀爸叫母哦。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在那边祷告，为教会，为他的属灵儿子，伊咧祈祷来为着伊所牧养、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伫遐，伊搁一遍互人关家的时阵，伊真侪大部分的时间是咧祷祷甲感谢，伊毋是伫遐咧埋怨上帝。所以互咱看着讲，即款的信仰要安怎影响着这属灵的囝提摩太。互伊无因为这个犹太人，无因为可能有的人来轻视，甲保罗保持距离，伫遐艰苦心，所以伊伫遮为着伊伫遮来祈祷，
互伊在牧会面对着这困难的时阵，伊无惊吓。第三，咱看，互伊会通记得讲啥，这个伊的信用是真纯正的。所以兄弟姊妹，这嘛咧提醒咱做阿公阿嬷，我知影讲咱中间你真拍拼，然后毋茫讲囝儿孙，甚至因的婚姻、因的信用，拢足底的要嫁要娶，毋茫会通找到一个疼上帝。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真侪遮的兄弟姊妹会甲牧师讲：牧师啊，你嘛替我某某人孙祈祷，也是囝儿祈祷，毋茫互因会通伫遮所找对象是疼上帝，也是讲无离开伫即个信仰。保罗伫遮伊祈祷的中间，伊嘛在鼓励讲提摩太，你有即个正统，你有即个对父母。对伊的外妈来的信仰，所以你着爱好好伫遮来持守，讲你的信仰是甲我同款，咱做伙伫遮来拍拼，一起来打拼啦吼。第四就是讲，伊咧提醒伊讲吼，警醒你有上帝互你的恩赐哦。所以提摩太过一遍比伊的属灵的老爸保罗提醒他，保罗提醒伊讲怎？通好，互伊的恩赐哦，无因为讲外在的困境、外在困难阻挡伊将伊的恩赐伫遐来甲发挥出来，所以伊无应该爱安怎用主的侍奉做全职而已，伊应该搁爱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安怎伫遐来突破哦。最后一个就是讲伊要领受的是对上帝的信心来，所以。无论面对着困难，你毋免惊吓，因为上帝绝对互你有够野的气力。所以，亲像摩西甲约书亚讲，你着勇敢壮大，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伫遮保罗嘛用即款的方式，伫遐来鼓励哦，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哦。所以面对着家己要顺道的时阵，保罗无惊死啦。伊对死无惊，伊讲好，安尼灵过我去甲主做伙，我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不知较好吼。所以上帝赐予咱的检测是面对着迄个顺道，面对着即个困境的时阵，伊嘛无惊吓，所以伊用安尼伫遮来勉励讲，我听你。上帝嘛听你，所以伊要享受你领受圣灵的能力，领受圣神的快乐，你就毋免惊啦吼。所以上帝互咱的是仁爱的心，是听上帝的心，是迄个勇敢的心。所以你毋免惊，讲你拄着这个困境的时阵。所以初代教会使徒彼得，这个使徒耶稣受定了后，因走甲无看人，跑得不见人影。但是当圣神充满《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伫遮讲圣神充满了后，因有勇敢的心，敢徛伫公会，伫遮来为主做见证。兄弟姊妹，今仔上帝嘛要互你有勇敢壮大的心，较无圣神的同在，像初代教会安怎伫遮来充满圣神。所以因勇敢壮大，所以这福音就传开了。所以今仔咱都有福音可听，你知道吗？咱今仔因为保罗，因为这使徒，所以互咱会通对马街、对马雅国、对这外国的宣教师传这福音来咧，所以咱会通有机会来听，这是咱的福气哦。所以今仔日咱这的兄弟姊妹，包括咱中间嘛有社区的。第一场嘛有社区的吼，那伫遮即个妈妈母亲节吼，伫遮邀请因做伙来做礼拜吼，所以我嘛伫鼓励因讲，是毋是接受上帝疼咱的心啊？知影上帝疼咱啊无哦？第二，上帝透过你我的疼，要安怎分享？所以今仔日上帝使用你我，互人知影讲啥？主疼你的。主疼你，咱嘛通过你来疼世间人哦。今仔咱咧服侍这社区的朋友，今仔咱咧做任何，无论是处理医疗咨询，咱咧做这个食物银行，咱做真侪这个事工，拢是要互人知影讲上帝疼因，上帝透过你彰显迄款的疼。
今仔上帝也透过可能招志工愿意伫教会伫遮来服侍。今仔上帝透过无共款的遮文士，保罗鼓励提摩太，保罗嘛鼓励咱哦。伫无共款的文士的中间，上帝要使用你，互人知影上帝疼这个世间。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吼来回应主的疼吼。我临时改这首诗歌，互你知影讲，无论你是伫忧伤、艰苦，你是伫遮失志的中间，上帝的疼拢要甲你三甲同在，伊无离开你。伊疼甲愿意为着你伫十字架上牺牲哦。我的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遐？最最困目瞪大，我袂堪得你的疼，主你疼我做宝贝。莫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失也活，坎坷也开挂。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忧伤痛花。又怎搁惊遐？做困目瞪大，我袂堪得你的疼。主你疼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无论失也活，坎坷也开挂，总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无论失也活，坎坷也开挂，总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三甲来祈祷，主你的疼引带阮的路，无论阮是伫顺境还是困境，伫忧伤、失志、无望的时，还是阮顺遂的时、欢喜的时，你拢甲阮三甲同在。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在哪一个境况当中，主，愿感谢你。伫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节庆内底，用你的名来祝福所有做妈妈的。你知影忧伤，你知影因的烦恼，你知影因的重担，互因有够野的气力，够野的智慧，够野的才能。伫遮来饲因的家，伫遮来教育因的子女。讲袂听的时，主你互因有智慧，用祈祷，主你就改变伫家庭，伫遮的细囝，伫亲子的关系，
愿主你来受恩所，互阮知影讲，你听阮透过阮的听分享，彰显上帝你伫人的中间所要互人知的听。愿主你来受恩所，互阮所听的存记伫阮的心内，知影你听阮，阮免怎回应你的听。伫这个世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好，没关系，放着就好。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今仔日是温馨佮欢喜的母亲节。感谢主，你诚做母亲一生的倚靠佮帮衬。主，你知影做妈妈的伫生活当中时常面对着真侪压力。当母亲感觉忧伤无气力的时阵，主，你就赏赐阮气力佮智慧，互阮知影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囝儿，引带因诚做听主、敬畏主的人。一生行伫主的道路，无偏离。感谢主，你赏赐阮做母亲的福分，并诚做阮随时的帮衬。感谢主，即摆阮要奉献主你所赏赐的才能、时间、金钱做圣间路用，求主你悦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免。阿免。请坐，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要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礼拜的兄弟吼，周美玉姊妹罗伊介绍出来这朋友妈妈吼，伫咧中间咱甲欢迎一下吼。好，请坐吼。佫有头一遍来，毋捌甲你介绍过啊无？有无？好，那无咱先来看周报的消息。即摆咱知影讲，即马本土的疫情吼，愈来愈这数字愈来愈悬越来越多吼，毋免过头的即个惊吓啦吼。伫
伫遮咱渐渐嘛，咧甲国际咧接轨吼，所以伫遮然后莫互大安尼吼，你水分记得爱补充吼。咱若有一寡遮发烧、家嗽吼，遮侪状况，咱就好管理吼。伫厝伫遮嘛，通伫线上做礼拜。所以咱注意咱家己身躯。第二，咱伫即个主日吼，咱做伙来庆祝母亲节吼。来请在场的妈妈吼，请恁徛起来。你毋知有摕到一张纸无吼？咱有即个礼物吼，爱写你的名吼。咱有一个单写你的名吼。哇，即个袋仔内底有。挂即个袋仔，安尼有3项物件啦吼，请咱在场的妈妈，请咱会当起立吧，好无？你若要爬山有拐仔啦吼，行日头就内底有迄个帽仔啦吼，所以这咱若有摕到就通坐落来。你若迄个颜色若敢无甲会回后搭去后壁遐换啦吼。好，安尼若有摕到的就坐落哦，吼，摕到就坐落哦。他们要检查，在下个礼拜如果有故障，赶快拿来换。请咱吼，有3项物件，即个袋仔内底有一支登山杖吼，管仔吼。佫有行日头有一顶帽仔吼，所以有3项哦吼。请咱检查若咱转去摕了吼，检查若有各样的吼、各种的吼，咱搭摕来换好毋好吼？所以转去甲检查者哦吼。这就是要互你爬山，若看到物件会通买，买甲缀落即个袋仔内底吼咧。爱运动啦吼，来楼顶还佫有无摕到啊？吼，楼顶，咱的单写名写好，因为咱要登记这个数量吼，确定有啥物人领到安尼好。毋知在场的这个妈妈拢有摕到无？我阁讲一遍哦，请咱转去吼检查者，看这管仔、帽仔，还是袋仔有啥物款的故障无吼？若有故障，咱摕来吼。迄管仔毋是安尼抽啦吼，所以爱抽好。迄有一个锁的吼，爱吼，你问安尼变做故障，迄毋是故障啊吼，不要紧，迄粒物件毋知敢请同工甲你用吼，中迄管仔有一个迄个吼，会当转互按吼。好，咱搁一下拍谱仔，甲即个妈妈甲因祝福哦吼。因为疫情关系，咱后礼拜未摕到的吼，线上一下这吼，这个妈妈后礼拜搁会若无摕到的来做礼拜，还搁会通补发咯吼。咱110年的奉献证明已经伫咱的明白盒吼，所以请咱会当去摕吼，会当去摕咱的奉献证明会当报税吼，会当抵缴这所得税扣缴吼。咱的区长、小组长吼，咱的领袖小组。咱会请巴正老师来引带咱冲突管理术吼，常常有人会冲突，免伫遐好好来学习这个管理。好，咱的安家招待组吼，咱拜到拜五，咱下骹咱有一寡活动嘛，据点哦，咱下骹即摆做工程，咱嘛需要有这个。招待组吼，即个志工吼，请咱会通奉献你的时间做伙来维护来管理咱的进出的安全哦。
咱端午节这5日节得要到咱小组长请咱会当开始若小组内底有真正有需要的这端午节的慰问金咱申请到5月22日中昼12点请咱注意。好这是咱要来颁发咱的生日助学金生日助学金，咱请这个代表代表的这青年囡仔。在场有无？这个小朋友有伫那中间无？来出来没有出来的牧师就没收因为国小即马还未住义红社，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国小因为是线上，那国中 ，Hello， 我知道那个名单PPT 好，哎，这个不怕的因为这妈妈是干事啦，所以不得不来。无啦，很无奈代表领奖，这个不是都要给你来看着。来，好，一位。高中代表爱投。大学袂少来，我们来比个赞好吗？好，咱拍拍给因鼓励哦。这毋是报名就有这是要有达到迄个智慧甲成绩啦所以咱生日助学金就讲，你生日啦你生日的时候你为着生日的感恩，你献金。献这个金钱诚做这个细囝鼓励因好咱第二组陈奕迅老师伊老母伫4月25王主任调小女86岁啦伊有信主牧师洗礼，但是囡仔无信主啦所以顶回我已经有报告过囡仔要用这民间的方式不过迄是互我的人伫看牧师伫临终已经有去到伫龙潭甲祝福囝儿孙甲因祝福所以真水啦要转去甲上帝做伙所以我看伊的面容拢足好看咱特别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反正有机会伫遮全家族来信主因也感受到教会听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读金句读2遍，做伙来。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姨，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提摩太后书1章50，搁一遍。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基，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提摩太后书1章50。登山杖是用旋转的，摸眼釉，是用旋转的。
你调整到你的管道了，爱搁甲锁好安，无伊会落去哦。你行路伊会落去，爱搁甲锁好安哈。好，这时咱要来念祝福的诗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吟诗煞，请题牧师来由牧师来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平安，甲你抚养主的疼叹，亲像当作我水的无母，暗暝我记主的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抚养主的疼叹，亲像当老我水的无母，暗暝看记主的歌。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那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伊赢过死亡关系的权柄，赏赐恁，互恁无惊伫即个世代的病困。天父上帝用你永无改变的慈爱，成做盾牌，来围雷固守阮，出入平安。愿主圣神所赏赐的快乐，互阮勇敢壮胆，互阮通继续持守跑走伫你所要为着阮备办永活稳定的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请坐，将咱列倒，请我们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的平安，甲咱三同在，咱彼此来祝福。